个行列，伊家人看来啊，阮呢年啊迄种宗教狂热分子，其实我对宗教无偏心诶，跳摆我手毋好过真实嘅呢，但是迄个用啊，苦难、痛苦，都用惊跳，迄个啊层层发现上帝上来，这个嘅智慧会同来讲话，会同来安静嘅，所以咧保罗用诶啊，从这个加拉太这教会讲，吼，伊讲啊。伊讲爱人迄上帝嘅来嘅，吼，希望过去爱人唔认识上帝嘅时阵，你亲像遐个家庭地位吼，一样嘅呀，有遐个生命嘅吼，有你压制住的，有遐个家庭老师哦控制住。但是呢，等下生嘅开始嘅，你可以用啊，接收遐个家庭所有嘅产业。所以爱人基督徒嘛一样，在爱人嘅世界都会上帝用来救爱人。并且呢，本来个生命你把在个人心中，哎呀，感动来的。所以那个礼拜吼，祈祷的时候讲，阿爸，阿爸，天阿爸上帝，我哋咧心好感动的，我哋咧心中生命哦，我听到在个人心中感动的。当安尼时间，我哋唔可以归去的，唔可以归用啊，不要做过去无意义的时间，过去来人用啊。我哋咧崇高压来嘅，我是真歹用诶，上帝挑战来嘅，有真种挑战波动用诶，过去用诶，伊过去是用诶，伊就即个面子，吼，伊就即个势力，吼，伊就即个本人做，所以用伊心里要求完全，他是用诶，伊也要求用诶，伊嘅信仰啊，伊对你无相咧，伊这个人对你无相咧。伊讲我基督徒哦，我将伊实现咧，伊对你无相咧，伊咩样个呀？伊真骄傲，真骄傲啦，心已经硬去。但是咧，也怎样啊？伊只太讲并没哈，3年伊真辛苦，但是迄个哦，伊还改变，特别哦，所以啊，这个圣经讲哦，讲我哋很难认识耶稣个，我哋心中有感动，唔可以再跪去个哦，伊咧跪迄样个呀。过去吼，唔会用呀，唔会分那个唔要上去嘅神吼，做那个奴才啦。